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豪宅嘅 Henry，今次同大家介紹呢個單位呢，就位於喇沙利道嘅歐明啦。咁呢個單位高層嘅 A 室，就面積有875尺3房一套單位嚟嘅，目前在租同買賣，事不宜遲，我哋一參觀下。到門口第一個長方形嘅客飯廳，而且空間分明。然後右手邊就係廚房啦，廚房配備窗口位。廚房側邊就係工人房，工人房配備窗口。之後我哋去到露台位置，望向西邊嘅景觀嚟嘅，景觀開揚。走廊連接住3房一套同埋一間浴室，睡房嘅空間方正實用，同樣都係望到西邊嘅景觀嚟嘅。然之後去到浴室，浴室係一個名廁設計，一個浴缸，最後係今日套房，空間足夠做一個3邊落床，呢個平台嘅位置，望出微開揚景觀，然後主人房嘅浴室。都係個浴缸嘅設計。好啦，我哋咁睇住咁多先。如果有任何查詢，歡迎致電69077297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